这簪子。今日多谢陈安伯替我解围了。今日即便是荣某没有赶到，以郡主的机敏，想来也是不会受欺负的。我就知道，瞒不过你这聪明人。郡主客气了。其实呢，收拾一个人的办法有很多。郡主今后再遇到二皇子，还是忍一时之气，别再让自己受伤了。你说这个呀，没事。我呢，就是懒得想别的法子，费脑子。你笑什么？荣某只是觉得，郡主这样很好，家人和睦，凡事都有人可以商量，就算遇到什么麻烦，也不至于独自面对。那当然了，家人嘛，就是要一起背锅的。郡主，只是在下自由一人长大，凡事学会了独自面对。不过自从郡主说了以后，荣某今日也在试着同花花聊上几句，这感觉似乎还不错。花花，你跟你的猫聊心事啊？行吧，以后如果这方面需要，我随叫随到。那郡主可还当荣某是个能结交的朋友？只要你不再坑我骗我，本郡主才不是那么小气的人。那荣某便恭敬不如从命，日后若还有做的不妥之处，还望郡主随时指正。小事儿，你还年轻，以后啊，我慢慢教你。小姐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说你练武也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连个二皇子都搞不定啊？现在好了，衣服也没扒开，鬼知道他是不是嫌疑人啊？这二皇子太狡诈了，他穿了2层中衣。哎，要是程安伯再晚来一点，就一点儿。跟程安伯有什么关系啊？他拉你了？没有啊。小姐是怕丢了形象。咱们小姐丢脸也不是1次2次了，怕啥呀？肯定不是这个原因。哎，以前是在旁人面前丢脸，现在是在程安伯面前，这能一样吗？你是不是傻？我可都听见了。好了，就是时机不对，哪有那么多理由找？这次不行，等寿宴，他就是裹层被子，我也给他扒下来。可是小姐，你要真这么干，你和二皇子的仇可就大了。他若真是嫌疑人，这以后可怎么办啊？怕什么呀？要嫌疑人真是蒋洛那猪脑子，切，我还能让他起誓？我一早给他掐得干干净净。